大家好，我係 Janet。相信點樣可以守法合規領取長者生活津貼4250蚊呢？絕對唔係一個新鮮嘅話題。喺網上呢都可以好容易揾到資訊呢，講得好清楚。如果你曾經用你嘅資產去買過啲年金嘅產品，而你將來每月派取嘅年金收入唔超過你嘅入息上限呢，你就可以呢攞到長者生活津貼啦。但係而家咧，依然有好多長者將佢哋嘅資產咧轉晒俾仔女，先唔好講孝順呢個問題。現在咧，全世界嘅離婚率咧都非常之高。萬一仔女離婚嘅時候咧，你嘅身家咧就會俾人分咗一半，同埋咧仲有機會咧係法律上嘅追討喎。因為咧長者生活津貼咧原本咧係幫助一啲真係有需要嘅朋友，但係如果你刻意去隱瞞咧，都有呢個風險嘅責任㗎。下次再分享多啲，拜拜。